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操，妹妹，你这大白屁股，以后得生多少大胖小子啊？年轻人，这光天化日的。妹妹是去厂里打工的吧？巧了，哥也是啊。现在没位置，过来坐哥腿上。谁他妈？哥们儿，这么欺负一个女生不太好。开个玩笑而已。别怕，去我位置上坐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别怕，下车以后你跟着我，我也是去厂里打工的。谢谢。没事。哥，这小子有点不把你放在眼里啊。没事儿，等到厂里，你看我怎么把这个女的搞到手。真漂亮，比前世那些浓妆艳抹的女明星好看多了。这年代厂里面的姑娘都这么漂亮吗？恭喜宿主成功穿越，请选择您的初始系统。从头来过虽然离谱，不过有系统就没问题了。选择1，闲鱼系统，每日奖励5000元。选择2，打工系统，奖励新手礼包与神秘宝箱。也快当咸鱼，每天奖励5000块，这可是2008年啊！算了，打工人、打工魂，打工都是人上人，选择打工系统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打工人系统，获得新手礼包，电子厂全项技能精通。宿主在工作期间请勿摸鱼，必须发挥打工人勤恳的优秀品德，否则将无法获得宝箱奖励。给的礼包是打工的也就算了，还要认真打工才能获得宝箱。难道这辈子我就注定当牛马？前面的走快点！妈的，热死了，空调也没有一个。下车的人太多了，我先下去等你。美女，以后厂里见。那个，小哥，行李给我吧，不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也不重，我帮你拿进去吧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没事儿，走吧，先进厂里再说。这个小哥真是好人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跟他一个车间呀。我叫秦天，老家山城的，你呢？我叫何思南，老家是川城的。那我们这不是老乡吗？哎，川城火锅怎么样？是不是跟我们山城的一样辣？我家在农村里，我每天要帮奶奶做农活，还要照顾妹妹，没去过城里。这样啊，这么热的天不聊火锅了，你去阴凉处等我一下，我去买瓶水。这个多少钱2块钱，这么小一瓶就要2块吗？都这个价，快喝吧。给你钱。你给我钱干嘛？你不是说2块吗？哎呀，我请你喝，没必要这么客气。这怎么好意思的？没事儿，快喝了进厂吧，等会儿中介又要催了。见你小情哥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怎么感觉这妮子喝水怪怪的？怎么了？呛到了？这水胀胀的，里面还有气。 08年的可乐不算什么高档货吧，不至于喝都没喝过吧？很正常，这饮料就这样，你小口小口喝就没事了。这样嘛，我试试。
川妹子真可爱。妹妹是去厂里打工的吧？巧了，哥也是啊。现在没位置，过来坐哥腿上。我操，妹妹，你这大白皮肤，以后得生多少大胖小子啊？这么好的姑娘，一定要把她追到手，总不可能把这么一个宝藏女孩让给那两个毛头小子霍霍。谢谢你，小秦哥。没事儿，我们是老乡嘛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老乡见老乡，背后来，两眼泪汪汪嘛。行了，喝完就把瓶子丢了吧。中介开始点名了。怎么了？我想留着瓶子卖钱。给，算我的一份。谢谢小秦哥，你人真好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年头的妹子都这么喜欢发好人卡吗？走吧，先去登记，别等会儿被中介判迟到了。这个老乡真是个好人呀。岳文军到，杜如晦、刘文生、赵德生，今天留下。果然，那个年代的老板都一样，只愿意留下肯努力、值得压榨的员工，不愿意花钱去养那些摸鱼偷懒的酒囊饭袋。何思南，留下。没念到名字的，下午去财务部领钱走人。走吧，去食堂吃饭，做了一上午，饿死我了。就吃2块钱，能吃饱吗？能的，小白菜1块，馒头5角1个，吃2个够了。吃不饱的话，我还可以添点饭和汤。你要小白菜和馒头是吧？那我帮你打菜，你先去打饭吧，顺便把位置占了。好，我要红烧狮子头、爆炒鸡胗，再来份毛血旺和辣子鸡，2人份。吃这么好，发工资啦？吃饭饿死我了。不愧是男生呢，胃口真大，居然能吃2盘菜呢。咦，不对，我的菜呢？小秦哥，我的菜呢？这不就是吗？啊什么？总不可能我一个人吃这么多吧？快吃吧，中午就1个小时休息了。怎么了？你吃不得辣吗？要不重新帮你点一份？小秦哥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？我没有钱还你的。看来在他的认知里，别人请客无论如何都是要还礼的。应该是担心这样下去，自己带的钱都不够还礼吧。我没有让你还，只是请你吃顿饭而已。我们是老乡嘛，出门在外肯定要互相帮衬的。可是这样不好，哪能让你一直我花钱？老乡，如果你真想还礼的话，你做我女朋友怎么样？做你女朋友？哈哈，开个玩笑而已，瞧把你吓的。啊，玩笑啊。老乡，你看到那个阿姨没有？
这些才20块钱，如果你不吃的话，他过来就会觉得你不想吃了，会把这些饭菜全倒掉的。你也不想这么贵的饭菜就这么倒掉了吧？那就快吃吧，吃完下午就要上班了。老乡，现在你吃了我的饭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，不准耍赖哦。别哭，别哭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哭呀，等会儿别人以为我欺负你呢。小秦哥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骗我了？我没骗你，只是……对了，现在可是08年啊，这个年代的女生都纯得很，可不能再这么说话了。小秦哥，你是个好人。难不成他把玩笑话当真了？不是，这个年代的姑娘也太单纯了吧。阿姨，帮我拿2瓶可乐来。小秦哥，莫要点东西了，我吃得饱，莫浪费钱呢。那行，你吃吧。听说川妹子谈恋爱后都是母老虎，希望以后我不要变成耙耳朵吧。哟，乡巴佬，吃这么好，一个打螺丝的比我们吃的还像样。小秦哥，我们走吧。妹子，跟着这种穷鬼有什么意思？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说，你们是不是皮痒？怎么着？要打架？上午车上人多，没跟你计较而已，真以为不敢收拾你啊？算了算了，厂里有监控，老舅看到了又要骂我们了。乡巴佬，你给我等着！小秦哥，他们不会欺负你吧？欺负？老子都重活1世了，还怕这种小卡拉咪？2个小杂碎而已，别怕，吃饭。下午你去外面装集装箱吧。好。小秦哥，那活儿很累的，搬箱子的时候你不要卖傻力气，你稍微磨会儿洋工。这妮子还没确认关系，就开始关心我了呀？那晚上下班后，我来找你，顺便和你去女生宿舍，帮你整理一下床铺。我着什么急啊？有人？也就是说，没人的时候就可以了？那我先去忙了。等会儿下班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来找你。很快下班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今日打卡，请选择宝箱类型：经济系、能力系、艺能系。现在肯定是钱重要，我选经济系。获得塑料级经济系宝箱，是否打开？开。恭喜宿主获得银行卡1缸，余额10万元，密码888888。就搬了一下午的集装箱，赚了整整10万。幸亏当时没有选闲鱼系统去网吧摆烂。哟，小伙子，
来接女朋友下班呀？对啊。怎么样？下午累不累？不累，比我在家干农活要轻松很多。我先带你去员工宿舍，帮你收拾好，我们就出去吃顿饭。追到手只是成功了一半，到了床上才是真正舒服。晚上得请他好好吃一顿。哦，不在食堂吃吗？食堂的饭菜不好吃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开什么玩笑？傻子才会带着刚追到的女朋友去食堂吃饭。小秦哥，不要乱花钱了好不好？我觉得食堂饭菜挺好吃的。去外面吃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放心吧，先去员工宿舍吧。那好吧。他这性格，要是在宿舍里遇到坏女人，不得被欺负死？买点东西堵他舍友的嘴巴。等你发工资再请回来吧。而且这些是给你舍友吃的，以后你得和他们处好关系。可是，这得多少钱呀？没事儿，等你发工资请回来就行。走吧。新来的吗？对，我带女朋友过来看看。何思南对吧？那个位置是你的。上铺啊，能帮忙换个床铺吗？我女朋友不习惯睡在上铺。我说了不算，这东西都是先到先得的，你要去跟他商量一下。先说好，我床都铺好了，是绝对不会换到上铺去的。小秦哥，我觉得上铺挺好的，不用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你先把行李拿出来，我去聊。你好，我女朋友不习惯住上铺，能不能换一下？不麻烦，不麻烦，我这就给你女朋友腾位置。真是阔少爷，100块钱换一个床位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。有时候觉得这妮子真是傻得可爱。我女朋友买的一些零嘴儿，给大伙解解馋。这女生看起来平安的，这袋零食肯定是这个妹子男朋友买的，应该就是怕宿舍有人欺负她。那谢谢你了，不用谢。我东西搬完了，思南对吧？可以过来铺床了。果然是农村姑娘，真是贤惠。思南，过来，我教你怎么用热水器。晚上人多，别走散。你好，一共200块。居然这么贵！好了，请收好。小秦哥，钱给你。不用。不行，我不能白花你的钱。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男女朋友也不能这么花钱啊。饿了，先吃饭。老板，吃点什么？想吃什么自己夹。这个多少钱？ 1块钱一片。
啊，这么小一片要1块钱？你先去桌子那儿等着，我来点。怎么样？城里好不好玩？是不是比你们镇上还要热闹？就是人有点多。马路边的摊子都这样，你坐过来点。四川姑娘真可爱啊！感情我从前这个时候已经会抽烟了，可能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吃。你先在这里等我，我去买包烟。我陪你一起去好吗？不用了，就几步路的距离。你留下来看着咱们买的东西，别被人拿走了。好吧。来包7块的红塔山，再来个打火机，要防风的，9块钱。干嘛呢？买的东西不要了吗？人多，也不知道这种性格是怎么从山里面闯出来的呀。好了，我买完东西了，快回去吧。等会儿东西被人顺走了。你讨厌我抽烟吗？我爷爷以前也抽烟，不过是长长的烟杆，点燃烟叶子的那种。算了，还是回去一个人的时候抽吧。小秦哥，我把钱收下好不好？你老是想还我钱，是不是不想和我处对象？不是的，小秦哥，你是个好人，只是老是花你钱不好。这年代的妹子真实在呀。没什么不好的，我们城里人处对象都这样的，你要入乡随俗。行了，不要再计较这些了，吃饭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所谓的秀色可餐，应该就是这么来吧。吃饱了没？干嘛总是低头呢？这颜值，他真的是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吗？我们回去吧。50。就这些东西就要50块钱，大城市的生活开支真吓人呀！小秦哥，以后不要这么浪费钱了。没什么浪费的，这都是生活用品。思南，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什么的？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爸妈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家里有个上初中的妹妹，是奶奶照顾我们长大的。但是奶奶的身体不行，每个月都要去镇上检查身体。现在是妹妹在照顾她。果然是这样，这应该就是他出来打工的原因吧？想奶奶和妹妹了吗？没事，以后我陪你一起照顾你奶奶和妹妹。小秦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我说以后能不能别说我是好人了？可是你本来就是好人呀。小秦哥，你咬我干嘛？城里谈恋爱都这样，你不喜欢吗？那你下次能不能轻点儿？我怕疼。没问题。
明天就去外面租房子，这谁睡得着？08年的10万，够普通打工人不吃不喝攒2、3年了。有系统就是爽。小伙子眼光不错，这套500一个月，押1付3。行，签半年。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小青哥，吃早饭没有？我给你带了肉包子。还是川妹子会疼人。好。手上的活先停一下。电路板车间的张师傅脑血栓住院了，有批货明天必须交。你们谁懂电路板焊接？一天给200块。200块一天？真的假的？别瞎掺和，那玩意儿是技术活，焊坏了赔不起。电路板？啥是电路板？没有一个会的。等等，我会。我要的是师傅，不要学徒。你做不好，我可要扣你工资。开玩笑，我精通电子厂所有技术，焊接电路板不是手到擒来。放心，做不好，我工资你随便扣。他叫秦天，刚招来的，手脚挺麻利的，一个人的速度顶2、3个人。那快跟过来。小秦哥，你注意点。放心，乖乖在这里等我下班。哥，你看，那不是大巴车上的小子吗？还真是，妈的！你们2个又在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没啥，老舅，就是看到个熟人。我警告你们俩，我升主管就看这几天了，别给我惹事儿，不然就给我滚回去喂猪。放心，老舅。老李，你看看你2个外甥焊的是什么？好几块电路板都不能用了，赶紧帮忙重焊，再焊错就从你工资里扣钱了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这就返工。你们俩再不给我好好做，明天就给我滚回老家去养猪。妈的，这工作我是一点不想做了。哥，你看那小子，妈的，焊这么快，也不知道焊错了几块。这是哪里来的神仙？太熟练了吧！这小伙子啊，年纪轻轻的，焊的也太好啊，感觉比老李焊的还要好。这一个人顶3个人啊！哥，这小子有点东西。哼，会焊电路板有什么了不起？一辈子进厂的命。站过去，别挡着我放电路板。老板居然不骂人，这不像他呀！废话，这小伙子这么能干，老板敢骂吗？谢谢老板。小秦啊，今天你可帮了我大忙，你这焊接手艺比我老张都厉害。你之前在哪个厂干过？好久以前的厂了，名字都忘了。要不是系统让我必须勤恳工作才能拿宝箱，谁乐意给你当牛马？明天继续拿出今天的态度，好好干。我跟你说，你这辈子就是进厂的料。我靠，全家才是进厂的料。恭喜宿主成功在电子厂打卡1天，请选择你想要的奖励。10万块暂时够花了，看看异能系能开出什么。选异能系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异能系神秘宝箱，宝箱级别为塑料，请问宿主是否打开？果然又是最低级，打开吧。
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的塑料异能宝箱，获得异能鉴定之瞳。宿主可通过双眼观察任何实体事物的详细信息，包括生物。鉴定之瞳，这简直就是加强版的透视眼加黑科技计算器啊！鉴定瞳已成功融入宿主眼部。物品单层纸板，物品重量40克，物品来源地湘南造纸厂。连来源地都知道，这也太详细了。小秦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陈姐说你们车间要加班到很晚，怕你忙得连晚饭都没时间吃。我给你买了炒面。对了，小秦哥，你喝酒吗？我还买了一罐啤酒。会疼人的姑娘真加分啊！谢谢你了，思南。不客气的。不知道鉴定之瞳能不能开？何思南，女，20岁，隆兴电子厂员工，身高1.7米，体重53千克，三围95厘米、62厘米、96厘米，连三维都有，这么详细。小秦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噎了一下。对了，思南，我在电子厂旁边租了个房子，要不今天晚上你就搬过去跟我一起住。小秦哥，会不会太快了？不会啊，反正咱俩是情侣，住一起上下班也方便，省得你等我，我等你呢。我考虑一下，明天跟你说，行吗？行，你不愿意我也不强求。这小子手速也太快了。咱们一上午焊20块，他一个人焊了快200。今天上午你又焊了180块，整个车间一半都是你干的。我开厂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你这么能干的员工。老板给我讲了，我就是手快，好好干，厂里不会亏待你，年底给你涨工资。要不是何思南还在厂里，我拿到10万块当天就走，年底才给我涨工资，真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啊！老舅，你看到没？这小子再这么干下去，你的主管位子怕是要保不住了。对呀，老舅，老板都放话了要给他升职加薪，万一他把你顶了，你脸上挂得住？一个外地来的打工仔，还想骑到我头上？老舅，你得想个办法呀！不能再让他这么风光下去了，万一老板把你的主管位置给这小子了怎么办？我们俩来帮我办件事。老舅，你说整那小子是吧？明天早上，你们趁那小子不在，把他焊好的成品换掉几块，这些是我专门做的报废板。焊点全短路了，只要质检那边抽到报废板，那小子就等着被扣工资，隔3差5放几块，不用多久，老板就会跟他走。老舅高啊，明天我们就干。干嘛呢？没什么呀，路过看看都不行。路过？那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物品：汉西短路的人造残次品。我自己工位上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大家看看，这是刘强手里的电路板。
这焊电全短路了，是故意做坏的啊！刘强他们拿这种板子来擎天这儿干嘛？想换我的成品，让我质检不过关。你们这招也太老土！你别血口喷人，谁换你板子了？那行，咱们去找老板说清楚。怎么回事？李师傅，这两人想用这些报废板换我的成品，这事你怎么看？你们干了没有？老舅，老舅，我靠，感情这3人是一伙啊！李师傅，这3块报废板上的焊电手法，我看着有点眼熟。要不要让老板请个技术鉴定，我看看是谁的手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怕我跟你抢主管的位置，所以想陷害我，故意把残次品混进我的成品里。不过你这办法也太幼稚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吵什么？李师傅说我们的板子有问题，影响了整条线的进度。李东，这3块板是你做的吧？你当我看不出来？老板，你什么你？你也是厂里的老员工了，居然还有心思搞这些歪门邪道！你们2个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李东，我不管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，但这2个家伙是你带来的，你这个月工资没了，现在把他俩带出去。老板，再给次机会吧，滚！姓秦的，你给我等着！随时恭候。小秦哥，今天上午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说李东他被老板叫去办公室了。没事儿，他们想搞小动作被我发现了，老板把那2个人开了，李东也被扣了1个月工资。扣1个月工资没了？好家伙，这妮子注意力居然在钱上。放心吧，以后没人骚扰你了。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小秦哥厉害着呢。有人啦，小秦哥。没事儿，大家都在吃饭。对了，昨天跟你说的那件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不强求的。我愿意，就是晚上要收拾行李。真的？那晚上下班我来找你，去女生宿舍帮你收拾行李。快吃饭吧，下午还得上班呢。小秦哥，别看我了。小秦哥，灯还没关。这才是生活啊！小秦，明天最后一天，好好干，干完之后你就去之前的车间当组长，每个月工资给你开到2800。2800？我干3年才1800一个月，这小子才来几天就当组长，老板眼瞎了吧？人家一天焊的板子顶咱们3个人，你不服你也焊啊！你屁精一个！行，画饼也不知道多给点，2800就想把我当牲口留在厂里。要不是系统要求认真工作，谁干你这苦差事？老板，明天我想请个假。请假？
你不会是要提桶跑路吧？不是，我女朋友搬家，顺便去买点东西。行，我批了。另外，小秦啊，你一定要好好干，做满半年，我让你当车间主管。谢谢老板。恭喜宿主成功在电子厂打卡1天，请选择你想要的奖励。看来今天的工作态度，系统也是认可的。选能力系，这几天累得腰疼，看看能力系宝箱能开出什么吧。恭喜宿主获得能力系宝箱，宝箱级别为黄金，请问宿主是否打开？黄金级别，这次居然直接跨了4个级别！开！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能力系黄金宝箱，获得生物强化液、生物强化药剂，饮用之后，宿主的身体将会进行史诗般的加强。我要的就是这个。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我靠！小秦哥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呀？小秦哥的身材看起来好结实呀。思南，我可还是个黄花大闺男儿，你刚才把我身子都看光了，以后你得负责。我会负责的。这也太憨了吧，这都行，真可爱啊。小秦哥还在厂里呢，等下被看到了。看就看呗，你是我女朋友，谁管得着？走，回去收拾行李，顺便我带你去市中心逛逛。离开电子厂前，咱们就住这儿，4号楼306，别记错了。你先帮忙铺床，我去隔壁看看。好。这种女生娶她当老婆折寿都愿意啊！小秦哥，城里的楼都好高好亮呀。那以后咱们就住城里面，让你天天看楼。城里房子太贵了，我觉得女生宿舍挺好的。傻妮子，马上就要下大雨了，你们俩出来没带伞吗？是哦，小秦哥，陈姐也说今天是要下大雨的。下雨就下雨呗，大不了找个地方。等会儿，也就是说，今晚回不去了。饿了没？还没。那先去帮你买衣服。给我买啊？你是我女朋友，不给你买给谁买？帅哥，给女朋友买衣服吗？对。那条裙子还有库存吗？有的有的，你女朋友这么好看，穿上肯定漂亮。拿来试试。小秦哥，这个就好。咦，不好看。这个配裙子好看。小秦哥，我不喜欢这双鞋，太贵了。那个裙子也是。我喜欢就行。麻烦把那双长筒靴拿过来。好的，先生。小秦哥真的太贵了。好看就行。来，我帮你换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换就行。放心，就是去小房间换衣服，在这等你。
小秦哥，过来一下。我能去看看吗？可以的，帅哥，不过你们快点哈，客人开始多起来了。怎么了？这裙子从后面才能拉链，帮我拉一下。好。她的身材居然这么好，看来以后孩子肯定不会挨饿了。真是细枝结硕果啊！这是谁家姑娘呀？这么漂亮。小秦哥，衣服太贵了。没事儿，你喜欢就好。帅哥，你女朋友穿着裙子真漂亮，比大明星还要上镜，一共2400，刷卡还是现金？小秦哥，太贵了，我换件便宜的吧。穿都穿了，哪有脱的道理？要脱也是我帮忙脱。小秦哥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？我是男朋友，给你花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可是太贵了。你怎么老是说这些东西？难道你不想和我谈恋爱吗？没有的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喜欢你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那以后你就乖乖听话，别再计较这些小细节了，好吗？这姑娘什么都好，就是消费观念比大多数人都要节俭，得好好磨合才行。帅哥美女，拍张照片不？10块一张，2分钟拿照片，一张10块。拍几张吧。别害羞，抬头看镜头。我去，这妹子也太漂亮了吧！一共5张，都洗出来吗？都洗吧。我帅不帅？帅。鉴于你这么诚实，本帅哥请你这个大美女搓一顿火锅，赏脸吗？2位要什么汤底？有清汤、微辣、特辣。特辣你遭得住吗？可以的。思南，要不要加点清汤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小秦哥，我感觉有点淡，会不会上成微辣了？小秦哥，下雨了。是啊，而且售货小姐说了，你这皮靴泡水会起褶子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明天再回去，现在先找个酒店凑合一晚。看来就算是他也知道去酒店是什么意思啊。放心，我们就去简单凑合一晚上，我不会对你动手动脚的。我保证不动你，动你就是狗。一间大床房，500一晚。小秦哥，要不我们买把伞打车回去吧？感觉雨变小了。可是我酒店的钱都交了，现在退房不退钱的。那好吧。今晚这条狗我是当定了，耶稣来了都没用。放心，我不会欺负你的，我们就睡一觉，聊聊天，明天早上就走。我去洗个澡，等我洗完你也去洗，这是酒店规矩，床很贵，弄脏要罚款。思南，你去洗吧，喜欢穿这个。
小秦哥，衣服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放那儿就行。快来休息吧，时间不早了。我是你男朋友，别害羞，上来吧。小秦哥，你说好的不欺负我。没欺负你啊，我很喜欢你，而且你上午在车间看了我身子，现在我看看你不够过分吧？小秦哥，你只能看看。小秦哥，你讨厌，说好只看看的。饿了没？要出去吃点东西吗？你讨厌我这样吗？小秦哥，你骗我，你是小狗。汪汪汪！小秦哥，过年我想带你去见奶奶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？过年。没问题。小秦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我喜欢你。好家伙，我这段日子收的好人卡也太多了。你也是好人，我也喜欢你。别老是低着头嘛，你这么漂亮，难道不想多坑吗？思南，你还记得你奶奶的手机号吗？我奶奶没有手机，我只知道村口小店的电机号码。我想她了，都是打那个电话。走，吃饭去。帅哥，买手机吗？摩托罗拉、艾兰森、三星新款都有。有诺基亚吗？有的。这是最新款，高端设计，官方价3850，店庆活动3500。这相当于我3个月工资了。你喜欢哪种颜色？啊，小秦哥，我不想。女士推荐粉红色。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还有其他颜色，您可以再看看。不用，就要这个颜色，再加一款黑色。好的，两位，稍等我一下。小秦哥，能不能换个便宜的？这手机太贵了。你是我女朋友，给你花钱不是应该的。别人女朋友什么都想要，我买什么你都拒绝，你是不是不想和我耍朋友？不是的，小秦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我好喜欢你的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。姑娘也太卑微了吧！为了个手机，什么好话都说尽了。看那男的架子端得多高，人家姑娘都求成这样了。现在的人啊，谈个恋爱跟谈生意似的，买个手机还得低声下气。那女的长得挺漂亮的，怎么摊上这么个抠门男朋友？买了手机以后，你就可以和你奶奶、妹妹每天都联系了。你不想他们吗？想的。那不就对了，我还能害你吗？不能的，不能的，都听你的。我知道你担心我乱花钱，但我有自己的经济情况，你以后别再为钱担心了，好吗？我知道了。小秦哥，我能给我奶奶打个电话吗？你的手机想打就打，问我干啥？又打我屁股。阿伟，叔叔，麻烦你叫我奶奶云芬过来接电话，
谢谢你。思涵，我是姐姐呀。我好想你。过年姐姐就回来，你要乖，听奶奶话，好好读书。家里不是都好好的吗？过年回去看看就行。小青哥，谢谢你。睡觉吧，明天早点回厂里。等过年了，我就带你回去看他们。嗯。这妮子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身材有多好啊？咦，你干嘛不穿我给你买的裙子？那衣服太贵了，下班的时候才穿。这还没见家长呢，就这么顾家了？你舍友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下来？他们刚起床，才刚开始洗漱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下来？是不是想快点下来见我呀？下次一个人的时候不准跑了，你又不擅长跑步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晚上我们就回小区住吧。嗯。哟，这么果断。思南，你就这么缠我身子呀？才没有，小青哥你讨厌。那我可不可以缠你身子呀？讨厌。大哥，就那小子，就是他害得我和我弟被老板赶出来，我老舅还被扣了1个月工资。我靠，那妹子身材真好啊！是吧，王哥？那妹子可比 KTV 里那些漂亮多了。现在人多，等他们下班的，把男的解决后，我要好好跟那妹子谈谈心。小秦，今天又是你汗的最多，好好干，年底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再刷几个宝箱，我就带妹子跑路了。傻子才给你干到年底。听，恭喜宿主成功在电子厂打卡1天，请选择你想要的奖励。选能力系。恭喜宿主获得能力系宝箱，宝箱级别为白银。请问宿主是否打开？开。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能力系白银宝箱，获得格斗天赋。生物强化液打造的体质，配上格斗天赋，那我现在岂不是无敌了？小秦哥，喝可乐。你不喝吗？我不渴。走吧，回家。姓秦的，别来无恙啊！还记得我不？王哥，就是他！小子，就是你把我兄弟搞失业的。所以呢？这样吧，你赔我兄弟5000块钱，或者让你马子陪我一晚，这事儿就算接过了。我还可以给你几百块钱，你拿去安慰安慰弟妹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这。妈的，6强6后，你们也上！
王哥是吧？轮到你了。哥哥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！滚！就找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，想对付我？秦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嫂子，你帮我们说说话吧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小秦哥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滚！下次再敢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解决了，回去吧。小秦哥，你好厉害呀！晚上还有更厉害的。恭喜宿主完成今日打卡，获得经济系宝箱，级别白银。白银？上次塑料就给了10万，这次白银不得起飞？开！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白银经济系宝箱，获得国贸商城1楼42号店铺不动产权证书。国贸商城，江海市最贵的地段，这店面1年租金都得10几万，看来是时候提臀跑路了。小秦来的正好，我刚签了一批订单，这几天你再去电路板车间加个班，等月底我就给你涨工资。老板，我今天是来辞职的。开玩笑吧，干得好好的，工资都要给你涨了。不是钱的事儿。小秦，你技术好，厂里离不开你。这样，我现在就给你加到3000。我说了，不是钱的事儿。辞职可以，不过厂里有规矩，没干满1个月，工资1分没有。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出。这是我这几天记的考勤，按照劳动合同法，你必须结清我的工资。我这厂开了这么多年，哪个大厂是这么干的？那咱们再聊聊消防。厂房2楼住人，生产车间和宿舍混在一起，这在消防上叫3合1。今年上半年，福清有个厂因为这个，老板直接被拘留了5天。还有灭火器过期、疏散通道堆货、消防验收根本没通过，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全部整改。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消防队？他们来了，你这厂至少营业整个1个月。店铺、房子、钱全都齐了，可以提桶跑路喽！思南，我们不干了。走，回家。小秦哥，接下来我们干嘛呀？你先在家休息几天，我打算开个店。开什么店呀？还没想好，不过位置很不错，就在国贸商城1楼。国贸商城，那里租金很贵吧？不用租金，店面是咱们自己的，反正小秦哥不会饿着你的。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吗？等店开好了之后，你负责收钱就行，其他我来。好。这年头奶茶店还不多，要不就开个奶茶店。我上辈子摇了几年的奶茶，买到原材料，再做营销和推广，下一个血王就是我。这间铺子是你的，我想买下这间铺面，价格好商量。小姐，您何必亲自跟这种人谈？不就是一间铺子嘛，让下面的人来就行了。我愿意出资100万收购，你考虑一下。100万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铺子就是天价了，怎么可能卖？不好意思，这铺子我打算自己开店，不卖。你能开什么店？周围要什么店没有？小姐，我看他就是想故意压价。小倩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
人家开店是人家的事儿，我们走吧。不识抬举，小姐好心给他送钱，还摆架子。什么人啊这是？这家奶茶真好喝，比步行街那家强多了。我要2杯珍珠奶茶。小秦哥，你猜今天赚了多少钱多少？987块。我以前在厂里干1个月才几百块，我们1天就赚了这么多呢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经营店铺1天，触发打工奖励，请选择你需要的宝箱。经济系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黄金经济系宝箱，获得玉龙湾小区整套住宅楼产权证书，奖励已发送至奶茶店收银台下方。靠玉龙湾小区。这我还打什么工啊？光靠这些房子都能躺平几辈子了。秦先生您好，我是玉龙湾物业经理孙少文。小区竣工剪彩在即，您作为玉龙湾唯一的业主，我们想邀请您出席。剪彩，到时候肯定有记者媒体，还是别抛头露面了。孙经理，剪彩我就不去了，低调点。理解理解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对外出租或售卖？已经有很多客户来打听了。孙经理，我找时间过去当面聊。现在卖房等于把钱撕了，更何况我现在又不缺钱。过几年这里的每一套房都是上千万的存在。好，秦先生，你先忙。感觉日后要四处奔波，看来是时候买一辆车了。小秦哥，之前那个电子厂因为消防问题被查封了，李芳和陈柔他们想过来咱们店里帮忙，可以吗？行，我正打算招人呢，那就让他们来吧。秦哥，我们什么都能干，工资您看着给就行。对，我们不怕累。包吃住，底薪1500加提成，干得好以后涨。那谢谢你。雷哥，前几天打您的那个人我找到了，就在国贸商城的奶茶店里。今晚我马上通知报告。小秦哥，我在煮面呢。以后不用起这么早，你现在是老板娘了，可以多睡会儿。店里不是有陈柔他们吗？讨厌。小伙子，这么早出门，干嘛去啊？娶媳妇儿了没？无论是哪个年代，出租车司机都这么话唠吗？去看房子，刚竣工的小区。哟，年纪轻轻就买房了，不错啊。买的哪个小区？玉龙湾。这小子怕不是在吹牛吧？江海市谁不知道？玉龙湾的房子根本不对外出售，只租不卖。那你买的多大的房啊？整个小区都买了。好家伙，这牛吹的！买下整个玉龙湾，你打出租车去看房，你怎么不说你把江海市买下来了？师傅，往前面开一点。啊，直接开到门口。小伙子，这小区不让外来车辆随便进的，更别说出租车了。停远点，你自己走过去吧。没事儿，你就开吧，我是业主。反正挨骂的不是自己。小秦哥，我在煮面呢。以后不用起这么早，
你现在是老板娘了，可以多睡会儿。店里不是有陈柔他们吗？讨厌。小伙子，这么早出门，干嘛去啊？娶媳妇儿了没？无论是哪个年代，出租车司机都这么话唠吗？去看房子，刚竣工的小区。哟，年纪轻轻就买房了，不错啊。买的哪个小区？玉龙湾。这小子怕不是在吹牛吧？江海市谁不知道？玉龙湾的房子根本不对外出售，只租不卖。那你买的多大的房啊？整个小区都买了。好家伙，这牛吹的！买下整个玉龙湾，你打出租车去看房，你怎么不说你把江海市买下来了？师傅，往前面开一点。啊，直接开到门口。小伙子，这小区不让外来车辆随便进的，更别说出租车了。停远点，你自己走过去吧。没事儿，你就开吧，我是业主。反正挨骂的不是自己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！今天来的是买下整个小区的大业主，谁要是给我掉链子，明天就别干了。是。保安，先去把出租车拦下来。咱们小区外来车辆不能随便进入，这刚竣工就这么随便，等下被秦先生看到了怎么办？是。本小区外来车辆不得随便进入，请你先去登记。小伙子，你不是业主吗？跟保安说一下啊。你跟你们物业说一下，我姓秦，过来看看小区。我先去通知一下孙经理，您稍等一下。不会是真的吧？难道这小子没有吹牛，他真买下了整个玉龙湾？怎么回事？那出租车怎么不开走？孙经理，出租车上有个姓秦的年轻人，说是过来看房子，真的吗？他说他姓秦了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们先回物业部，我去看看是不是秦先生来了。好。秦先生，是您吗？对。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派车去接您啊？我的天啊，这小子真买了整套玉兰关小区啊，这是神豪啊！不用这么麻烦，顺路打了个车。秦先生，您慢点，小心头。谢谢秦先生。谢什么？找零啊！车费一共就25，你想宰我啊？啊，对，好家伙，打出租车也就算了，连找零都这么强硬，现在的有钱人都这么接地气了吗？林先生好。秦先生，请慢用。想不到08年就流行黑丝袜了，等会儿回去给司南也买几双。谢谢。秦先生，您的房子按照市场行情，月租2000到2500不等，水电网费租客自治。您看这个价格可以？不用，直接3000一个月吧。秦先生，就3000，周围其他楼盘都只有1500左右，定价太高，怕是会引起其他房地产商的抱怨。他们是他们，就3000，现在就可以拟合同对外出租了。江海市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，我这又是学区房，还怕没人来租？好的，秦先生，我这就为您拟合同。请问房产证明您方便提供一下吗？都在这里了。秦先生，都在这里了吗？整片小区一动不落。好家伙，现在的有钱人也太不拿房证当回事了。秦先生，请喝茶。谢谢。达到理想不太即使有信心。留2套自己住，其他184套按这个合同出租。184套，押1付3，全租出去的话，第一个光收租就进账近200万。秦先生放心，我办事您绝对满意。来，
来都来了，带我去小区里逛逛。好的，秦先生。伞就不用了，我没那么忌讳。行，秦先生，您这边请。设施不错。秦先生，这边是地下车库，那边是中央花园，物业服务中心在3号楼底层。孙经理，我下个月来验收成果，房子每租出去1套，我给你1个点。秦先生，您的小区交给我，我保证把每个客户都当自己亲妈伺候了。哦，不对，比我亲妈还亲。不至于，还是得对你妈好点。对，秦先生说的对，百善孝为先。果然有钱人都低调，抽这么便宜的烟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打电话。我的房子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秦先生，慢走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我还是想买这间铺子，打算用来做生意，你开个价。别傻了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知道。这种繁华地段，房价用不了多久就会大涨。这个消息不止你一个人知道，所以死心吧。看来你不简单，而且你这奶茶确实比周边很多店铺都要好喝，店里面环境也好，坐着发呆都舒服，生意好是有道理。交个朋友。算了，我女朋友是个醋坛子。为什么会觉得我对她有意思呀？你还喝啊？都快第5杯了。老大，他们还在。王磊哥说马上过来，盯紧了，别跟丢。坤哥说马上就带人过来。喝这么多，小心长胖。要你管！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不然老爷又要说你了。还不想回去？确实不错啊，这妹子。好久不见啊，臭小子！你这艳福不浅吗？上次放了你还敢来？我知道你能打，但你他妈能打10几个？坤哥，就这家伙把我手打断的，害我打了半个月石膏。小子，自己留下5000块钱，滚！我要跟你马子好好温存温存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当众火拼，不怕犯法吗？妹妹是外地的吧？不知道这一片是我老大张海照的。臭流氓，滚远点！你知不知道我家小姐是谁？不知道，不过等下大家一起深入交流一下，就知道了吗？站后面，别过来。打架就打架，
费这么多话干嘛？给我上！小姐，这家伙也太能打了吧，简直比刀叔还厉害！喂，110吗？国贸商城1楼有人砸店。小子，敢动我！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打我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去江月夜总会，跟我大哥张海掰掰手腕！我不管你大哥是张海还是张海，再来找事儿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滚！臭小子，你等着，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！小姐，张海这个名字好熟悉啊。好像在哪里听过。这年代的江海也太乱了。喂，你怎么这么能打？没事。这家伙还挺会照顾人的。没事吧？要不要先叫救护车？没事，不是我的险。我们明天会调取周围的监控，这几天你自己小心点，他们可能不会善罢甘休。知道了。我觉得那群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要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可以找我。算你小子走运，抱上我家小姐的大腿了。小新哥，他们会不会再来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明天我去找那个张海聊聊。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先去洗澡，明天不开店了。把你大哥叫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妈的，让你招惹那个人，害老子挨了顿打。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一个交代，哥，昨天那小子来了。海哥，那小子找上门来了。一举犯之。小兄弟，身手不错嘛。怎么样，以后跟我混，总比你开那家奶茶店强。我来就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再有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。臭小子，你再能打，能有枪快？小兄弟，悠着点儿，你还年轻，千万别走上犯罪的道路。苏小姐，救命！怎么，你们认识？你先把手里的东西给我，别把这件事闹大了。放心，我绝对会帮你解决。我前段日子刚回国，还没待几天，昨天就差点被你手下在奶茶店打了。张海，你是一点没有把我爸放在眼里。苏小姐，我不知道您也在呀，我真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，打死我也不敢。这次饶你一条狗命，再有下次，
你知道后果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苏小姐，谢谢刀哥。这女生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胆子还真大，一个人就敢来找他们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女朋友给我打电话了。你要是不来，我早一枪解决那家伙了。然后呢？故意杀人，然后被关起来。凡事要靠脑子，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。你家这位可是开枪打断了别人的腿，你倒是有资格说我。这算什么？我家小姐就算是杀了他，也能全身而退，你能吗？行了，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刀叔年纪大了，马上就要退休了。我看你身手不错，能不能过来做我的保镖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这家伙叽叽喳喳的，我不喜欢，所以还是算了。你是谁呢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恭喜宿主累计经营店铺达指定天数，请选择你的宝箱。先把经济系所有宝箱选完再说，我选经济系。恭喜宿主获得经济系钻石宝箱，请问是否开启？开。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钻石宝箱，获得9间亭别墅整套产权证书，奖励已发送至奶茶店收银台下方。这可是江海市最贵的别墅区，每一栋都价值上亿。钻石宝箱开的东西果然好。小秦哥，这是什么？新房子，明天我们就搬过去。这是咱们家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小秦哥，这房子得多少人住呀？就咱俩，以后你奶奶和妹妹来了也有地方住。我出门溜溜，办好了叫我。好，别走太远。小伙子，来陪我下几把。大叔好雅致，自己和自己下棋，无聊嘛，快坐。小伙子哪里人？山城人。年轻人棋下的不错啊。大叔过奖了。这居然是苏振强，江海市的首富，而且还身患恶性肿瘤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感觉大叔您面色不是很好。哦，你还会看面相？学过一点。看出什么问题了？大叔，您最近有没有感觉上腹不舒服，或者吞咽不畅，身上某些部位伸手能摸到肿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只是根据您的气色和棋路推测，您身体里可能长了肿瘤，恶性肿瘤。简单来说，您可能患了癌症。我只是根据症状说的，不一定准。不过大叔您可以去医院查查，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，早发现早治疗总没坏处。行，听你的，下棋下棋。小秦哥，饭好了。好，我这就回来。大叔，家里饭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以后有空再来。安排一下，我要立刻体检。先不要告诉我的私人医生。是，老爷。苏总，您确实患了恶性肿瘤，而且是恶性的。不过惋幸的是，发现的非常及时，癌细胞还没有扩散，
手术切除病灶后基本不会复发，愈后很好。董事长有什么吩咐？做得干净点。还是英叔的电影好看啊！这也太吓人了！就是啊！讨厌！僵尸要吸血啦！僵尸不是咬脖子吗？小秦哥，你讨厌。这么大的雨会是谁啊？我去看看。居然是你，秦先生，董事长，请您过去一聚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一家子，请。等下，我换件衣服就来。老爷，您说那个年轻人一眼就看出您长瘤子，也太神奇了吧？那个小兄弟是高人，要不是他提醒，估计再过几个月我就埋进棺材里了。那等下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怎么是你？我们又见面了。难道你就是老爷说的那个高人？我1.8米呢，能不高吗？进来吧。是你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今天打倒了好几个呢。想不到你还这么能打，几个小角色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大叔，您身体怎么样了？刚切完，好多了。对了，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小时候跟一个老医学过一点，会看气色。留下来吃顿便饭吧。不了，女朋友还在家等着呢。你有女朋友了？我还想撮合你和我家雨薇呢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看你们挺般配的嘛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时候找个男朋友了。那也不能乱点鸳鸯谱啊！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马上要过年了，给大家发红包。三叔，还是当老板爽啊！没有系统奖励，谁愿意打工呢？过几天就回你老家看看你奶奶和妹妹。思南，烟花漂亮吗？漂亮，像花一样。再漂亮也没人漂亮。走了，回家做饭吃。请问是秦先生吗？您的车到了。小秦哥，这是你买的车？下午就开这个回你老家。这车得多少钱呀？别管多少钱了，去收拾行李吧。小秦哥，我想买一个给妹妹，她最喜欢吃这个了。去吧。小妹妹，这菜怎么卖？哥哥，1把5毛钱，很新鲜的，都是我早上刚从地里摘的。那这些我全要了。真的吗？谢谢哥哥，我帮你包起来。思涵，姐姐，我好想你，你咋才回来呀？
姐姐也想你，别哭了。姐姐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先别哭了，回家再说吧。思涵，叫哥哥。哥哥，乖，走，哥哥带你们回家。哟，这不是何家那大丫头吗？回来了，看那车，估计是在城里钓到凯子了。小青哥，没事儿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知道，村口老王刚才过来说了，瘦了，在外面是不是没吃好？奶奶，这是晴天，我男朋友电话里跟你说过的。奶奶好。好，小伙子长得真俊。奶奶，您歇着，这会儿我来。不用，你们刚到家，快去歇着。没事儿，我年轻，力气大。这年头的穷人真苦啊！思涵，你额头怎么了？好久没睡过这种床了。奶奶，您咋又披上了？不是说了让我来吗？没事儿，你多睡会儿，年轻人觉多。您这一大早的动静，我哪还睡得着？我家思南找了个好男人啊。对了，奶奶，思涵呢？上学去了。这么早？天才刚亮。学校远，走路要2个多小时。他早上4点就起床了。张太婆，不好了！你家思涵把王彩丽儿子推摔了，额头磕了一个口子。王彩丽正在学校里闹呢，喊着要你们赔钱。这咋可能？我家思涵平时最乖了，咋会推人？我也不清楚咋回事，反正人家就让我来喊你们，快去学校。奶奶，您别慌，我开车去看看。大叔，麻烦您带个路。好，走。死丫头，你看现在就敢推人，长大了还得了？你看你给我儿子额头磕的，要是破了相，老娘抓坏你的脸！放开他！你是谁呀？关你什么事？我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啊，过来。哦，你是何思涵那丫头找的男人，你来了正好。他妹妹把我儿子推摔了，额头磕了，赔钱。事情发生后，我问过2个孩子了，是陈小军先骂何思涵，何思涵气不过才推了他。是我家小军就是被那丫头欺负了才骂他的，不然我儿子好好的，怎么就骂他不骂别人？你是说狗皮膏药的，贴哪儿粘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儿子嘴贱，你手贱，你全家脑子和教养都有问题。你敢骂我？你凭什么骂我？为什么我骂你不骂别人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？小孩子吵架，警察都不管，你算老几？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，公然侮辱他人，可处拘留或罚款。小孩子吵架，警察确实不管，但你是监护人，你儿子的侮辱行为，你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还要公开道歉。还有，你刚才揪何思涵的耳朵，威胁要抓花他的脸，这已经构成威胁他人人身安全。我现在报警，警察来了，拘留和罚款，你肯定要占一样。你吓唬谁呢？那你可以试试，
算了算了，多大点事儿，我不追究了总行了吧？你不追究就行了。你儿子侮辱我小姨子，你作为监护人必须道歉。凭什么？凭你儿子嘴贱，立马给我道歉。听不见？对不起。还是听不见？对不起。以后有人骂你，不要动手，先告诉老师或者告诉姐姐。实在不行，哥哥也会帮你，记住了吗？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儿，都解决了。谢谢你，小秦哥。隔壁那女人的儿子经常欺负我们思涵，我这老婆子不中用，也拿他们没办法。奶奶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们再被欺负了。小秦哥，你在拍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些的，你给我出来！欺负我老婆孩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没事儿，您别出来。哎，你打我啊！大家看到了啊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再怎么说，你这下手也太重了，把人往死里踢，这一脚太狠了。陈丽估计得躺10天半个月了。谁报的警？我报的。警察同志，这小子把我老公打吐血了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为什么报警？你儿子涉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你是监护人，得跟我们走一趟。财物？什么财物？你儿子滑车，还能怪别人？当妈的干嘛去了？那他把我老公踢昏了，那也是犯罪，也得抓他。我们看过视频了，是你老公先动手挑衅，他只是防卫反击，没有过当。那要赔多少钱？人家那是奔驰大 G， 这么长的划痕，重新喷漆至少10万起步。10万！这车喷个漆就要10万，这车是金子做的吗？我一个月工资才300啊！这小伙子这么有钱，思涵一家这算是解脱了。活该！王彩霞他那儿子隔三差五欺负思涵，上次还推思涵把人家头磕破了。思涵奶奶上门讨说法，他妈硬说是思涵自己摔倒的。你打我干啥啊？个败家玩意儿，10万块钱，我给你妈撒锅卖铁都凑不齐10万。小兄弟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马，我们家真没那么多钱。那是你们的事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跟警察走，法院判多少就说了。走吧，到所里说。
过完年，还是把他们都接到城里生活吧。哥哥，这是我过的最好的一个春节了。以后过年都这么过。哟，思南回来了，跟隔壁老王说你带男朋友回来了，俺们赶紧过来看看。就是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叔叔婶婶说一声，太见外了。叔叔好，婶婶好，我是秦天，思南的男朋友。哎呦，小伙子长得真俊，一看就是城里人，有出息。这车是你们开回来的吧？哎呦喂，这可值不少钱吧？健提来了，坐吧，等会儿一起吃个饭。那感情好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这对夫妻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们是我的叔叔婶婶。以前我爸妈在的时候，他们还走动。后来我爸去世了，我妈生病那几年，他们从来没来过，怕我们家借钱。奶奶去找他们帮忙，他们都把门关着。这次来肯定是找你借钱的。还欺负过我。有次我去他们家接电话给姐姐打，王贵芬说我是没爹没娘的野种，把我赶出来了。知道了。小秦啊，你在城里是做啥生意的？听奶奶说你开了奶茶店。哎呦，那可不简单，那得挣多少钱啊！小生意，糊口而已。小秦啊，叔叔本来不想开这个口的，但实在没办法。你弟弟快结婚了，女方要彩礼，家里还缺点钱，你看。就是，我们也借不到别处。你放心，等以后有了，一定还。叔叔婶婶开口了，这个忙肯定要帮。你们说需要多少？能不能借5万？行，5万没问题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多少钱都没问题，只要我能拿得出来的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该死的，这小子也太爽快了，该多要点了。小秦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不过叔叔婶婶，我们是农村人，也得讲规矩。借钱可以，你们写个借据吧。小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亲戚吗？咱们亲戚之间借钱还用写借据吗？借据是应该的，免得以后有误会。我看这样，借期1年，年利率按银行标准5%，本金加利息，1年后还52500。你们要是觉得没问题，我现在就拟一份，你们签个字，按个手印。还要利息？小秦，咱们可是亲戚呀！而且你和思南结婚以后，我们还能帮你不少忙呢。帮忙借我钱是吧？叔叔，亲兄弟还明算账，借钱写借据算利息，天经地义。你们该不会是想不还吧？哪能啊？就是觉得这利息有点……银行都这个利息，叔叔婶婶该不会只想借不想还吧？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借钱的事儿，过2天再说。对，我们先走了。哥哥，你好厉害！他们以前可凶了，现在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对付这种人就得用规矩。他们不是说以后有了还吗？以后有没有的谁知道呢？我只不过是提前帮他们把路铺好，借据、利息、期限白纸黑字，谁也赖不了。思涵以后也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。小晴啊，思南跟着你，我们放心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思南、思涵以后有我照顾呢。好。姐夫的房子好大呀，跟城堡一样。这是你们住的地方。奶奶，以后您就住这儿了。
姐夫万岁！好可爱的小丫头！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朋友，肉嘟嘟的？姐姐，我喘不过气了。过年去你女朋友老家了？刚回来。晴天，我想跟你合作，经营你的奶茶店。怎么个合作法？我出钱开分店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躺着就能赚钱。你爸那么有钱，干嘛不好好享受生活，总想着创业？躺平太乏味了，平淡的生活总要有点压力才好。你们有钱人的想法真奇怪。那你到底答不答应？行吧，不过说好了，我靠你躺着赚钱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这话怎么听着好软好香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？姐夫，救命！痴女，放开我小姨子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有谁痴女呢？思涵，以后不要跟这个奇怪的大姐姐玩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姐夫。姐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这几天都吐了好几次了。真的，吐了好几次。在家里的时候就吐了。该不会是……何思楠怀孕约6周，胚胎发育正常。走，去医院。去医院干嘛？你说呢？难不成我是？恭喜，怀孕了6周左右，一切正常。你还真会挑好日子啊！讨厌。你说会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吧。为什么？现在男孩都娘得很，还不如生个女孩，贴心。万一不是女孩呢？那我再加把劲儿，生到是为止。讨厌。对吧？秦老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合作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奶茶配方和制作流程由我全权把控，不能改。第二，店员必须经过我的培训才能上班。第三嘛，第3条还没想好，先欠着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出钱，你出技术和配方。分店选址我已经看好了3处，都在江海市人流量最大的商圈。先把第1家开出来，跑通流程再扩。这是草拟的合作协议，你看看。股权分成不对，我6你4。为什么？技术入股值这个价，而且你之前说过让我躺着赚钱。行，就依你，不过你得保证至少开满10家店。成交。这家伙真是不吃亏。姐姐，小宝宝在动吗？还没有呢，再等几个月。那还要等多久啊？快了，快了，等秋天的时候你就当小姨了。
奶奶熬的鸡汤，多喝点。等孩子出生，我把2楼那间朝阳的卧室改成婴儿房。好。第一家店的装修方案出来了，另外培训手册我已经让杜小倩整理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明天上午吧，10点，奶茶店见。好。吧台放在这里，储物间在后面，客座区靠窗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但我加一个要求，吧台外面要留出排队通道，至少1.5米宽。好的，秦总。你考虑得到细致，这叫用户体验。第一家店下个月就能开，我已经在培训第一批店员了。对了，店长定了吗？还没有，你有合适的人选？等我问问。动了。最近越来越爱动了。小家伙，你是不是想出来了？他好像在踢你。预产期还有多久？不到1个月了。到时候我陪你进产房。不用了吧？听说很吓人的。再吓人我也陪着。小姐，你说要多久啊？别着急，应该快了。恭喜母女平安，女孩6斤2两。我有小侄女了，当小姨了。辛苦了，看，像你好漂亮。它好小啊，像个小老鼠。哪里像老鼠了？明明像个小天使。恭喜啊，当爸爸了。谢谢。起名字了吗？还没，想了好几个都不满意。小秦哥说叫秦念安。秦念安，思念，平安，好名字。念安，阿姨来看你了。好可爱，我也要抱。它怎么这么软？你放松点，别勒着它。第一家分店上个月营收出来了，比预期高出30%。第2批店员培训已经开始了。第2家店的选址我也看好了，在江海大学旁边。大学城那边年轻人多，奶茶消耗量大，可以开。那就定了。从电子厂打工仔到现在的日子，真是人生如戏啊！好感动啊！小琴，我把思南交给你了。奶奶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。秦天先生，你愿意娶何思南女士为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她，珍惜她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何思南女士，你愿意嫁给秦天先生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他，珍惜他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请交换戒指。现在我宣布，你们正式结为夫妻。新郎，你可以吻新娘了。
你的我能够没啊？可上风秦先生今天真帅。他吸起我肩膀，我们来关系。